你做營銷拍片咁耐咧，係咪仲係用緊舊嗰套諗法，以為畫面拍得靚就掂啦？錯晒！而家真正賺錢搶人心嘅根本就唔係你以為嗰一套。我係導演 Peter 哥，30年廣告導演。今日同你講清楚 VHBM 究竟係乜嚟嘅，連英文全名、信念、宣言、使命，我一次過講清楚。好多人做營銷咧，只係識拍片、落廣告，仲以為內容靚就會有人睇，但係忽略咗一樣最關鍵嘅底層邏輯，結果就係燒錢咯，冇效益咯，品牌冇人記得咯，甚至賺唔到錢。我一句講晒，呢種做法係低效到極點。VHBM 全名係 Video Hypnosis Brand Marketing， 即係影片催眠品牌營銷。呢個唔係一個技巧咁簡單嘅，而係一套完整而且全新嘅營銷知識系統嚟嘅。當中係一套底層邏輯同策略法則。OK， 第一樣你要明嘅嘢就係影片。影片係最強嘅媒介嚟嘅，因為當聲音同畫面同步嘅時候，佢哋可以影響理解、情緒、決策同埋記憶嘅。所以品牌要建立咧，一定係要用影片嘅。第二，催眠其實係一種影響專注同埋接收信息嘅方法，例如節奏啦、重複啦、語氣啦，全部都係有科學根據嘅。你而家聽我講嘢，聽得好投入，其實我已經中咗你嘅專注力㗎啦。第三，品牌先至係營銷裏面嘅核心戰場嚟嘅。產品會變啦，口味會變啦，市場會變，價格都會變。但當一個品牌一旦建立咗一個位置，就會長期佔據喺市場裏邊嘅選擇優勢。第四， AI 協作咧就唔係嚟取代人嘅，而係幫你整合呢啲好大量、好複雜嘅資訊同埋啲策略，將原本已經好難做嘅決策流程加速、容易啲去完成佢。呢四樣嘢合埋咧，喺市場上係極少見嘅，甚至我做過資料搜集，基本上係呢一個唯一一個完整嘅整合咗嘅系統。好，我講埋核心信念啊。VHBM 嘅信念咧，係相信品牌營銷咧可以影響人心，可以推動世界成長，價值遠遠係超過產品同服務本身咯。VHBM 嘅宣言係要令到品牌建立成為推動社會進步嘅力量，而銷售嘅收益啦同埋盈利啦，亦只不過係自然產生嘅副作用結果嚟嘅啫。VHBM 嘅使命就更加直接啦，係用影片營銷、催眠技巧、品牌營銷、AI 協作去建立真正影響人心嘅品牌。呢啲唔係口號嚟嘅，係一套可以實戰應用嘅策略系統嚟嘅。所以 VHBM 並唔係教你拍片，係教你點樣用影片去控制你嘅影響力，拍條片賺大錢，得人心，得天下。OK， 我哋下一條片見。